講個秘密俾大家知，其實呢，我細個嗰陣我真係踢足球㗎。大家好，我係魏俊輝，我係一位粵劇嘅演員。近年呢，我覺得戲曲同埋音樂同埋舞台劇三樣嘅元素都可以擺埋一齊。我喺頂頭鎚裏邊呢，我就飾演呢街市仔鄭開滿。咁而鄭開滿嘅一生呢，咁佢係好中意足球嘅，佢好希望呢足球呢係成為佢嘅終生事業嘅。咁但係當然呢，願望呢同現實呢係有少少分別嘅。咁有少少都似我嘅，因為喺我生命裏邊呢，我就好中意演戲嘅。我自己粵劇嗰方面工作啦，本身我自己係做反串嘅，我就好中意嘗試新嘅嘢嘅。咁有啲踢足球嘅技巧我都曉嘅，咁所以今次同進念合作呢，我係有期待。11月香港文化中心頂頭鎚，一個頂10個，記得買飛嚟睇啦，睇我點樣頂頭鎚。